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入选时代杂志次世代百大人物呢，同时入选的还有美国白宫安全顾问苏利文，甲动漫《鬼灭之刃》的作者。当然，这嘛是国民党有史以来领导人内面头一位得到这个公认的党主席。另外，总统蔡英文嘛，捌伫去年的10月份登上《时代》杂志的封面。美国《时代》杂志评选次世代百大人物，48岁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是名单中唯一上榜的台湾人。美国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甲动漫《鬼灭之刃》的作者嘛伫名单内。时代杂志介绍，江启臣是国民党有史以来上少年的领导人，嘛讲到国民党伫经过2摆选举失败了后，江启臣所需要面对的党内改革，包括吸引少年选民。在这个时代、这个环境底下，我想我们肩负更多的责任。进行接受《时代》杂志邀稿，特别写专门分享台湾防疫经验的总统蔡英文，伫总统府内嘛说明疫苗上新的进度。我们已经完成签约的疫苗，预计会在今年第2季开始供货，到时候会让最有需要的人，包括第一线防疫的医护人员，优先来施打。除了多源头的外购，我们也希望在国内研发这一块能够继续努力。目前国内已经有2家公司的疫苗研发呢，进入了临床第2期。透过国外、国内同时进行的方式，就是要确保台湾有充分的疫苗。